喂？喂，有啲咩返公司先講啦，幫老細鏟緊貓屎啊！哎呦，貓 massage 啦，人都冇你咁好服侍啊！哎呀，不過你真係好 Q 嘅，如果老細有你一半咁 Q 就好咯。喂，老細，係啊，買完貓砂啦，而家上緊你屋企鏟貓屎，係，好啦，拜拜。職場受真 No.2，要湊好個老細，份糧包嘅都要做埋㗎。